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啊。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他说，截止2025年8月，完成境内及境外债重组的企业，就是房企有融创、富力、奥园、远洋、时代中国、龙光。完成境外债重组企业中，有当代、中粮。境外债重组获批的企业有旭辉、佳兆业、绿地、世茂、碧桂园等。2025年6月，新华联完成重整，金科股份、协信、远创进行重整，已经获得法院批准，目前在执行阶段。截至目前，20家出险房企债务重组重整获批，化债总规模超过12000亿人民币。给人感觉好像那个房企的这个困难似乎有所缓解然后这个中指研究院统计说30家上市房企退市多家剥离房地产开发业务。2020年到2025年，共计70余家房企发生债务违约，也就是咱们说的暴雷一共70多家。2022年开始出现房企债务违约，2021年违约数量明显增多为16家，也就是恒大暴雷那一年实际上同时有16家房企暴雷。2022年密集爆发为44家，2022年44家暴雷。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8月，共计77家房企发生债务违约，就是我们如果数的话，会听见77声炮响市场深度冲击及多家房企发生债务违约，房企经营受到较大影响。2022年至今有27家上市公司，就是上市的房企退市，其中 A 股14家，原因为面值退市以及连续亏损； H 股13家，原因为财报难以发出以及难以达成复牌指引，未能复牌，停牌超18个月。另外有个别上市房企私有化退市也就是这个4年多来27家上市房企退市。今年出于主动转型和被动保壳需要，多家上市企业剥离房地产开发业务，如鲁山发展、珠勉集团、冠城新材等剥离房地产开发业务。这些上市企业退出房地产业务或转型轻资产。没有上市的房企，对吧？也有不少家，这里面出名的就是万科。万达它没上市嘛，上市失败。这个中指研究院统计的即便房企这么惨，那是不是真的这个房企的化债有了眉目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什么重组、重整，对吧？债务重组，化债总规模超过1.2万亿，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都是暂时的。因为以融创为例，对吧？融创债务重整都2次成功了。2022年债务重整就成功了，现在又债务重组又获得债权人的这个同意，但这个有什么用呢？8月20号，融创中国发布公告，宣布高等法院已撤销原定于2025年8月25日举行的清盘呈请聆讯，并将该聆讯延期至2026年1月5号。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悬在融创的头上，对，也就是融创是破产清算呢，还是继续往下走，都要打个问号不要看到债务重组又成功了，没有用的。债务重组成功不代表闯关成功，不代表它的困难就过去了，只是暂时的。所以你看这个碧桂园也发公告，8月19号，碧桂园发布公告，公司就境外债务重组建议已与银行协调委员会协定主要条款，协调委员会占现有银团贷款本金总额的49%，也就是取得了大头的支持，就是49%的债权人同意了。但有什么用呢？融创重组的成功了，照样要提起破产清算。我们再看看这个法拍现在这个法拍市场很有意思这个广州佳兆业中心流拍，这个佳兆业中心项目位于海珠区洛溪大桥西北面，起拍价27亿元，项目总建面积47.4万平米。项目3号楼曾于2021年9月开盘，主打小面积复式公寓，参考价3万至3万2每平米，售出388套，原计划2023年交付，但因停工延迟，如今仍在赶工。什么意思呢？昨天对吧？那个奥园它的总部也在广州，
有4层楼啊，拍卖卖不掉，4次流拍。这个广州的嘉泽业中心也流拍，对吧？至少说明广州的这个对楼盘的承接能力是有限的，就是你拍都拍不掉，没人买，这也说明这个楼市低迷啊。同样是上海在我们的印象里面，那是豪宅是日光盘，对吧？5000万一套的房子都要去抢啊，对吧？像这些豪宅都是一天就卖完，我们每天接收到的都是这种信息啊，似乎上海这个有钱人越来越多。但是最近位于徐汇滨江的叫上海湾豪庭1期成交了一套法拍房，这个法拍房恐怕能揭示上海的楼市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个上海豪庭也应该属于那种叫豪宅日光盘。该房源位于3号楼2楼，面积达到了561.5平米，你看这就是大平层啊，对吧？这不是豪宅吗？户型为6室2厅4卫，经过96轮的竞价，最终以3800万总价成交，折合成交均价6.8万每平米。6.8万高还是低呢？对吧？对韭菜来说，6.8万那也是天价，但是对他这套房子来说，那可只是叫地板价，韭菜叫什么骨折价。从单价来看，徐汇滨江不到7万，是低的有点不可思议。根据链家显示上海湾豪庭1期7月的挂牌价格在14万左右，6月份成交价13.3万，那现在法拍价格实际上就是腰斩。实际上它这房子最高到20万，就是每平米。这个区域是上海的核心区2024年多个这个网红楼盘开盘，什么中海有2个项目，还有什么云锦东方3期，这是2023年开盘，什么西岸玉府、绿城朝明东方诞生过多个日光盘。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咱们以前的节目一直说了总之这地方的房子新房就是贵就是涨，你想买价格就是在涨，但是只要你一买到手就开始贬值，你想卖对不起，对吧？你原价就是卖不掉，对吧？要不然它法拍房腰斩吗？打对折吗？市场价本来就低了，对吧？2手房市场价本来就低了，完了这个还除以2，这就是对吧？上海这个豪宅的真相。对吧？你就知道这里面泡沫有多大。有媒体报道说有些2线城市得房率超100%也卖不动房了。这个上半年对吧？犹如新房的得房率远高于以前的房子。以前的房子还有什么公摊，对吧？你买100平米，实际上你这个实用面积只有70多平。后来上半年入市的新房子很多都是得房率120%，对吧？也就是你买的是100平的房子，但是你的实际使用面积120平。那现在呢，说2线城市得房率超100%的也卖不动了。从2025年至今部分落地的项目来看，高得房率是新规产品卖得好的核心优势，但随着项目的集中入市，也使得产品力竞争持续加剧。这个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它是部分前期热点城市如成都、武汉、重庆、郑州、南京等新规项目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更多热销的新规产品往往具备核心区域健全配套、价格实惠、专标升级等多个复合型优势的项目，仅单纯依靠高得房率作为唯一亮点撬动销量模式已难以为继。也就是你现在光宣传你这个高得房率，消费者也就是这个业主已经变得更加挑剔了，光高得房率已经没有吸引力。这个我看房地产的这个一个专家也就是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这个李宇佳他就分析接下来会出什么政策，什么时候出，就是救楼市他说对政策预期开始强化，但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它有2个，第一个是数据的变化。他说7月份商品房市场量价表现转弱，而且超出季节性下滑，说的比较含蓄也就是咱们经常喜欢说的叫断崖式下跌，这个显得有点夸张是吧？第二个说表态的变化，说在818就8月18号那个会议上提出了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从近期市场新情况新问题可能确实需要新政策。这是李宇佳说的。他说比如引领市场的高品质住宅近期销售开始下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连那个什么高得房率的都已经卖不动了。 Top 50的房地产企业里面 Top 10销量同比下滑幅度最大，跌幅在10%以上。说 Top 10销售的房子多数是按照高品质新规打造的项目，就是卖不动。他说比如一线城市二手房价领跌且跌幅扩大，7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指数环比下跌1%，连续4个月下跌且跌幅不断扩大，这就是
就是加速下跌嘛。说直逼24年926新政前的跌幅水平。他说又比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攀升，7月份百城二手房挂牌总量达到258.6万套，同比增长11.6%，其中一线城市增长10.6%，深圳以36.7%同比增幅领跑。说比如商品房市场转弱，直接拖累通缩的局面，人民币贷款存量2025年7月以来首次下跌，也就是20年来是第一次下跌，住户贷款存量减少4890亿。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些指标实际上都指向楼市已经恶化，那接下来出政策恐怕就是必然。这个专家说今年以来官方媒体一直在传递止跌回稳的信息，从近期市场来看呢，确实出现2次下行的迹象，也就是说所谓的回稳，所谓的止跌，这都是假象，2次下行，而且还加速，对吧？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说，每天都做一期房地产节目，都在不厌其烦。这专家说他是从上到下的角度很难讲会再次出台大力度的救市措施。简单点说，就是工具箱里也没什么工具了，对吧？你再给利息降一点，你给首付降一点，你给契税降一点，对吧？你再把限购再解开一点，这些就是意义不大。大不大？总之他要救，所以说推测8月底9月初恐怕要出政策，一揽子政策，就像去年926行情一样。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怪圈，就是不救是不行，你不能任由它继续发展，但是救呢又好像也救不了，这效果都是有限。你每一次救市实际上是把未来的韭菜提前割了，就这么一个逻辑你再救市，说白了是在割那个韭菜苗，所以就出现了你只要那个药一停，立马就更加恶化，因为韭菜苗都比你提前割掉了。所以说这个专家说咱们房地产没有什么泡沫，这个是孟小苏他以前在各个场合都宣传咱们中国的房地产没有泡沫，咱们是自己吓唬自己，泡沫是吓唬出来的。大家看视频他们宁可存钱也不买房，怎么能让老百姓相信房价不跌了的？涨起来他就相信不跌了。老说中国房地产有泡沫，就是人的意识过度紧张，过度紧张也能吓出病来。商品房市场没有多少泡沫，结果呢，人们就是自己臆造了一个泡沫说美国是泡沫，中国就是泡沫；日本是泡沫，中国就是泡沫。现在日本和美国都没有泡沫，日本和美国发展的都很好，我们怎么就不拿这些事情说事儿呢？本来房地产没多少病，商品房这点病就是马三立说那相声，你挠挠就行，你挠准地方就行。结果就把它看成是多大的病。老说中国房地产有泡沫，就是人的意识过度紧张，过度紧张也能吓出病来。我们楼市已经旺盛的发展了若干年了。我们老说中国楼市房改革25年了，这个楼市这潜力释放完了。但是你看看人家美国，人家是248年的发展历史，房地产发展了248年，最近12年又涨起来了。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说日本房价泡沫破灭了，最近5年日本的楼市全面恢复，上涨幅度平均在35%，大城市上涨的更高，最终日经指数达到了历史的高点。我们再说人家是房地产泡沫，您就已经太落后形势了。我们前年一群专家在一起出主意，就认为必须要有超常规的政策，才能够把现在超常规下滑的市场趋势给扭转。但是事后看到这些政策的力度太小，信心比黄金还宝贵。我早就说了这个病在哪里是能治的，还能救。只要取消限购限贷同时再下点别的药，楼市还能够恢复起来。要告诉老百姓未来的楼市是应该怎么走势包括像我们所说，我认为未来的房价这个会走出低迷，未来的房价还会上涨。这话你敢说呀？怎么能让老百姓相信房价不跌了的？涨起来他就相信不跌了，涨起来他就相信不跌了，涨起来他就相信不跌了。虽然我们在别的方面我们很难说
都给大家搞成这种同样的收入。但是恰恰在房屋问题上，我们可以设计的让这些低收入的人可以用低价买房，而高收入的人你就用高价买房。那么低收入的这些这个租赁公房的职工，他们用2万3万就买了自己租住的房子。现在的房子都是升值到500万、1000万了，这不就造成了中产阶级吗？这不就造成老百姓的财富的60%吗？这才是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能够在致富道路上让他能够通过房屋能够进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平心而论呢，这个泡沫不泡沫也没有个指标，对吧？没有个说你达到什么样的东西就叫泡沫，确实很难说。但是我想啊，衡量这个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我觉得跟这个韭菜的收入有关系啊。如果你的房子是不卖给韭菜的，对吧？你韭菜就没资格买房，那跟韭菜没关系。只要你的房子是指望韭菜去买，是不是把这玩意儿放到韭菜头上，贷款要让韭菜背上，那你就跟韭菜收入有关系。对，你指望着韭菜去买啊，那韭菜拿什么买呢？所以说啊，那你房地产有没有泡沫，主要看韭菜的收入，对吧？就是房价收入比嘛。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的可支配收入是人均是8000，那你说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000，你看到房价能不能稳，对吧？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你看到房价能不能稳住啊，对吧？韭菜的收入在涨，而且年年在涨，那韭菜有了钱，对吧？对未来有了信心，他自然会去买房，改善自己的生活。那现在韭菜收入是在下降的，对吧？你看那个7月份青少年失业率，对吧？又增加了好几个点了，17.几%在失业找不到工作。那韭菜去实习，对吧？1个月996，研究生，对吧？去上班1个月3000，那你跟这个收入相比，你这个房价能不高吗？能不叫泡沫吗？你光跟日本、美国去比，你也不比日本、美国的收入，所以还是要看房价跟韭菜收入之间的关系。当然了，你如果说这房子没指望你韭菜买，那另当别论。反正你要指望韭菜来消化，你就得尊重一下韭菜的这个口袋。这个财联社8月20号电啊，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吉19日在广州主持召开珠三角地区外资企业圆桌会，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现代汽车、德国莱茵集团、耐克、亨氏、IBM、西门子、沃尔玛等30余家外资企业代表参会并发言。林吉表示，当前全球贸易投资壁垒增多，国际投资放缓，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前行态势稳中向好。我们将依法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商务部副部长林吉说啊，希望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加大在华研发力度。这个好像跟那个小粉小红期望的不一样啊。小粉小红不是把外资赶走吗？赶走了我们，对吧？这个民族品牌就能占领啊？怎么政府现在又呼吁，对吧？外资要继续深耕中国，别走啊，老乡别走，这都急了，对吧？随着外资的撤离，带走的都是就业啊，没了就业，韭菜拿什么去买房？韭菜不买房，你这个房地产怎么稳住？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